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开心又能和各位相聚在主的圣殿中。这个礼拜，无论你是否过得开心、充实，这个礼拜，无论你是否遇到困难、挑战，要记得时时和神对话，向主献上祷告，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气的变化再大，世界的搅扰再多，都不能阻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这是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用震动天地的热情来敬拜他，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战胜黑暗权势。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的生命已复活，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旱地，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主你的荣耀降临，你是圣殿充满荣耀。荣耀大国荣耀，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地。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战胜黑暗权势。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的生命已复活，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旱地，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圣殿充满荣耀，荣耀大国荣耀，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地。你要震动天地，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旱地，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圣殿充满荣耀，荣耀大国荣耀，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地。天上地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主，你的赐。再请你赐福在我们当中的荣耀降下来，降临在我们当中，降临在这个圣殿。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
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主现在就降临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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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地，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地，哈利路亚。慈悲、怜悯、全能、永在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圣殿，献上我们的赞美。主，你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主，你是我们生命的磐石；主，你是我们生命的真光；主，你是我们生命的盼望。赐我们智慧，不受试探；赐我们平安，脱离灾害；赐我们力量，对抗黑暗；赐我们坚定，永不动摇。我们要高举我们的双手，高举主你的名，大声的来宣告：荣耀就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至高神就在这里，永活真神就在这里。我们将今天的祷告完全摆上，求你悦纳。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所求，阿们。大能的君王，尊贵的君王，我们敬拜、尊重、荣耀你。大能的君王，尊贵的君王，我们敬拜你。
使齐声欢唱，高举你的名。与天使齐声，高举你的名。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高举荣耀的君王，尊贵荣耀颂赞能力。我们高举耶稣的名。你是世界的拯救，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是明亮的晨星，你的国度没有终极。你是世界的拯救，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是明亮的晨星，你的国度没有穷尽。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高举荣耀的君王，尊贵荣耀颂赞能力。我们高举耶稣的名，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高举荣耀的君王，尊贵荣耀颂赞能力。我们高举耶稣的名，我们高举耶稣的名，我们高举耶稣的名。是耶稣，我们再次来高举你的名，因着你的名，让我们得以拯救；因着你的名，让我们得着恩典；因着你的名，让我们有重新复活的生命；因着你的名，也让我们可以在今天你的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恳求主你带领我们，透过今早的主日，透过我们在你面前所摆上的祷告，我们摆上的敬拜，对你的赞美，都蒙主你来悦纳。求主你带领我们，透过今天早晨主日的礼拜，让我们再一次经历到你的大能，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恩典，好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早的敬拜当中，也再一次看见你的荣耀，就彰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也充满在我们的会堂当中。愿今早的一切的颂赞、荣耀、尊贵都归于你。愿神来带领我们今天所有的时间。这时候，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司会。恭颂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今天有记载在2处的圣经节，
我们来一起念第一处，以斯拉记7章8到10节。他们离开巴比伦是正月初1，由于得到上帝的帮助，他们在5月初1就到达耶路撒冷。以斯拉一生专心研究并施行上主的法律，又把一切法律的条例教导以色列人民。我们一起来念第二处是提摩太后书3章15节到第17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也记得你从小就明白圣经，就是给你智慧，指引你借着信基督耶稣而获得拯救的那本书。全部的圣经是受上帝灵感而写的，对于教导真理、指正谬误、纠正过错、指示人生正路都有益处。要使奉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准备，能做各样的善事，让我们听跟读的人都得到利益。一切将归荣耀都与我们的上主耶稣基督。赞美。提摩太牧区所要献唱的诗歌是都指向你。吟诗后请曾牧师讲道。今天所要传讲的讯息是上帝的话语大能，请我们恭敬来领受。这世界的节奏，一切乌云抛在脑后。
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今天我们有一群年轻人来到我们当中，透过他们的诗歌，透过他们对上帝的赞美，一起来跟我们敬拜。因为上帝祝福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让我们也透过上帝话语再一次来更新改变我们，也透过我们今早的礼拜，让我们再一次可以跟我们主更加的亲近。我们在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再一次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早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啊，让我们透过你话语的大能，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其中的奥秘，也让我们知道你圣经当中话语一切都是指向你，就是那个拯救我们的那位神。求你透过圣经话语的奥秘，也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你的美好，看见你的信实，也看见你其中的恩典。求你在这个时候来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专注，让我们倾听你的话语，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新的认识，有新的看见。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今天牧师要来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分享，过去有在这个讲道当中，牧师有一个系列，就是在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礼拜的这个系列，然后一起来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每一周来主日礼拜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一同参与，我们可以经验到什么事情，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事情，也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的同在。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上帝话语的大能。过去几次牧师有分享我们为什么礼拜，我们礼拜的程序，我们在礼拜中的祷告，我们在礼拜当中的敬拜赞美，让我们都发觉，不管在礼拜的任何环节当中，任何的程序当中，都有上帝大能的同在，都有上帝的旨意在其中。今天牧师要特别来讲到，在礼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上帝的话语。之前牧师曾经分享过，在我们的整场礼拜，如果你看我们的周报，你就会发觉我们的周报把我们的礼拜程序分成了3个部分。你看我们的周报那个封底那个，就是我们的礼拜程序。我们的礼拜有分3个程序，就是我们会看到是静候上帝的话、恭受上帝的话，以及我们应答上帝的话。不管在哪一个程序当中，你都发觉它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一场的礼拜当中，或你说在一场的敬拜当中，最中心的是来自于上帝的话语给我们的启示，以及上帝的话语所带给我们的能力。所以不论我们前面刚才敬拜赞美，我们在祷告，诗班带领我们一起赞美，我们读经，我们等下奉献，我们听教会的报告，我们唱回应的诗歌，那都是上帝的话语要提醒我们，要告诉我们的。所以你在一场礼拜当中，你可能在某一个环节，你可能在某一个程序当中，你就突然发觉，上帝透过这个人，上帝透过这首诗歌，上帝透过某一个程序，让我听见他的话语，让我真实的感受到他话语带下来的能力。所以我们说，一场礼拜的中心就是上帝的话。一场礼拜的中心就是上帝的话语。在宗教改革的那个年代，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当时的天主教相当的腐败，所有的宗教的权力都掌握在一些人的身上，多数都在这个教宗手上，或者是比较核心的这些主教身上。他们可以有非常大的权力，甚至他们订定了很多不一样的规定。比如我们最常听到就是他们有赎罪券，你必须要买赎罪券才可以赎罪，你才有办法去赦免自己的过犯。所以在当时的信徒，他们有非常大的想要突破、想要改变的一个心智，因为他们发觉他们所相信的不再是他们所相信的，他们发觉他们所相信的好像只剩下宗教而已。于是当时宗教改革时代有很多人站出来，他们想要来改变，其中最出名的是马丁路德。
他在当时提出了有5个唯独的原则，其中一个他是有5个，第一个他是说唯独圣经，第二件事情他说是唯独信心，第二件事情他说是唯独恩典，第4点他说是唯独耶稣基督，最后一个他说是唯独上帝的荣耀。所以他发觉只有这一些才是这个信仰真实的核心。回到圣经的根本，回到我们对神的信靠，对他的信心，回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回到耶稣基督的作为，更重要看到上帝的荣耀在其中。其中唯独圣经也表示了说，圣经是信仰当中最高的权威，不是人说了算，不是人加了什么那个是权威，不是因为某一个很有名很有名望的人，或是一个非常有出名的人他说了什么那个才是标准，而是圣经它就是标准，圣经它就是最高的那个权威。而特别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加尔文跟我们长老教会很有关系的加尔文，他特别主张一件事情，就是礼拜的中心就是要传扬上帝的话语，让人透过礼拜，透过来敬拜，可以明白上帝的教训。他还说，一间真正的教会就是不断以上帝的话语做改革的教会。他说，一间真的教会是要不断与上帝的话语做改革的教会。盼望我们的教会也如同这个加尔文所说，我们是真的是被上帝的话语改革的教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也是被上帝的话语所改变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在一个礼拜当中，在一场的礼拜，在一场的聚会，一场敬拜当中，最重要的仍然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不论是在我们主日的时候，你参加小组的聚会，你参加祷告会，你参加任何一场敬拜的时候，任何一场聚集的时候，不要忘记是上帝的话语就在那个当中，上帝的话语就在那个当中来彰显。所以在罗马书第10章17节，他这么说：“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刚刚的诗歌说到，所有的预言，所有的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而当我们相信的时候，一定是有人跟你讲，或者是你从某些地方听到、看到。而当你相信的时候，有人跟你讲，或你看到，或你去体验到，但要更清楚知道，你所听的、你所看的、你所体验到的，那一切是从耶稣基督而来，是从源头而来。所以今天牧师要透过这个系列分享上帝的话语大能。牧师等一下也要用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我们读到一个人叫以斯拉，他做了3件事情，在他面对上帝话语的时候，他有非常专注做3件事情。我们也用这个以斯拉他的这样的一个对圣经上帝话语的渴慕态度，我们一起学习，成为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也成为我们教会可以一起学习的一个榜样。我们来再一次看刚刚的经文，以斯拉他一生专心研究，而且遵行上帝的法律，又把一切法律条例教导以色列人民。我特别用黄色的字标起来，大家看到这4个字，他写一生专心。你看到以斯拉这个人，他是怎么样？一生专心。他没有说啊，我40岁专心，50岁专心，或我60岁专心，这样就好。经文是描写他一生，而且是专心、专一、不变。你看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研究、考究，和合本写考究，这个他说实行，或者写遵行，而且他教导别人。他的教导，如果有机会去看以斯拉，他的教导也不是只有单纯就是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他是以身作则去教导，用他生命的态度，用他生命的方式，让人看到上帝的话语在他生命当中所产生的能力。所以牧师今天要透过以斯拉所做的，在这个上帝话语这么钻研的3件事情，研究、实行、教导，我们一同来学习。而这个以斯拉他当时所在的那个年代，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又回到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
他们很需要，除了他们盖圣殿之外，更重要，他们需要有上帝的话语在他们当中。因为过去以色列人他们国家没了，他们被掳到遥远的地方，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虽然有上帝的话语，但是他们却没有遵行，他们却没有听见。虽然在过去那个生命记的那个年代说叫他们要系在颈项上，要刻在心版，但是那是那个时代的人，一代一代过去之后，后面好像就忘记了，甚至觉得不重要，那是之前的人的事情，以至于到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圣经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忘了。所以以斯拉回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帮助他们回到上帝话语当中。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回家，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已经经历到上帝话语的大能。过去差派很多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70年之后你们要回去，上帝之后会给你们一个很棒的应许。其实上帝过去就在彰显他们的大能，只是当下他们可能不知道，但现在那一代的人经历到了。但以斯拉要再次兼顾他们，以斯拉要再次的兼顾他们，让他们真的知道，这不是说假的，这不是你阿公阿嬷的，不是你爸爸妈妈的，是你自己的。所以，我们再看一段的圣经，是我们今天没有读到的。以斯拉回来，他招聚了以色列的百姓，在记载在尼希米记的第8章，他招聚了以色列的百姓。经文这么写，他把那些可以听明白的男女会众都带到水门宽阔之处，在那个地方，他从中午一直讲，讲了6个小时。讲6个小时，你可以想象，如果牧师在那边讲6个小时，他应该也受不了，对不对？不要讲6个小时，1个小时可能就受不了了。牧师自己可能不行，1个小时就烧香。以斯拉在讲6个小时，但你看这些人怎么样？你看这些经文怎么描写？他说，这些人听了这一些律法书，侧耳而听。他们听到上帝的话的态度是侧耳而听。经文继续描写，以斯拉在众民之上展开这本圣经，展开上帝的话语，众民就站立起来。为什么他们站立？因为他们高声的称赞说：“阿们，阿们。”听见了，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听见这是非常荣耀的声音。后面的经文继续描写，这边没有写到，这些人听见第一个反应，感动的哭了。这些人听见上帝的话也是感动的哭了。以斯拉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喜乐的回家，你们喜乐的回家，把你们的感动，把你们所听见的分享给你们身旁的人。”所以你看到在那个时代，在极度缺乏上帝话语的年代，他们用听的，不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对不对？我们还有手机有 APP 可以滑，很方便。那时代只能用听的，但他们非常珍惜可以听的机会，他们非常珍惜可以亲近上帝话语的机会，非常的渴慕的心。所以盼望我们可以对上帝的话有这样的渴慕，经历到上帝话语当中的奇妙。所以第一个，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也透过以斯拉的生命，第一件事情，他是一生专心研究。所以第一个，牧师要让一起来思考是，当我们要经历上帝话语的大能，就是我们也要专心研究上帝的话语。我们要专心研究上帝的话语。刚刚我们所读的第2段的经文，记得在提摩太后书的3章15到16节，前面还有一段经文，牧师忘记放到里面。前面那段经文是说，这是你从小就认识的。保罗写给提摩太，跟他说：“这是你从小就认识的，就是可以给你智慧，指引你借着信耶稣基督而获得拯救的那本书。全部圣经是受上帝灵感所写的，对于教导真理、指责谬误、纠正过错、指示人生正路，都有益处。”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这是你从小认识的。”可能会有弟兄姐妹说：“啊，我不是从小就在教会啊，我不是一出生我就在这个基督教家庭，我没有从小认识。”但牧师要说的那个从小认识，是在你真实经历到这个信仰，真实在上帝话语当中开始阅读、开始扎根的时候，那是你的从小，那是你属灵生命的开始。所以，当你开始经历到上帝的话语，这不在乎你现在几岁。不在乎你现在10岁，你现在60岁、70岁，
而在乎你开始的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它是一个给你智慧的？还是你觉得它是给你知识而已？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历史百科，记载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很多比喻故事，很多民俗风情。你有没有发觉它是给你智慧的？你有没有发觉它真的是让你拯救的？你有没有发觉它是真的教导你真理的？你有没有发觉它是指导你人生道路的？我每一次有机会可以到上帝话语面前，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所以牧师有3个跟透过这个提摩太前书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可以怎么样来研究考究我们的圣经。第一个，当我们考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智慧，认识救恩。当我们认真考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掘其中的智慧，认识救恩。圣经虽然是一本书，但是它不是我们在世上我们所看到一般的书籍。一般的书籍给我们知识，一般的书籍给我们知识，甚至你可以说，一般的书籍确实，你看外面有很多所谓的心灵成长的书籍。你看外面现在其实有很多所谓的心灵课程，但是牧师要讲的是，很多只让我们得着知识，让我们知道可以怎么做，但是却不能拯救我们的生命。说认真，我们有知识，我们有学问，很多时候是为了要拯救自己。有时候我们有学问、有知识、有知识，很多时候是为了要拯救自己，因为让自己可以看起来好一点，让自己可以比较博学多闻一点，让自己看起来不会输别人一点，让自己不会在这个社会的价值当中看起来好像输人一等。但是圣经不是告诉你知识而已，我说它不是百科全书。虽然当中确实有很多记载以色列当时的一些风俗，有很多我们可以看见的，但它不只是知识，它是带给生命的智慧，也让你知道人不是靠着我自己拯救我，没有人可以拯救自己，没有人可以拯救任何人，靠着知识、靠着学问，没有人可以拯救任何人。而是得着真的智慧，认识这位拯救我们的神。所以为什么考究圣经，在其中发现真实的智慧？第二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考究圣经？让我们有真理的教导，调整眼光。当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大，也不论我们过去读什么学校，或者你现在什么样的工作的场合，我们或多或少都仍然在这个社会的价值，在这个的文化价值当中，不断的被塑造。我们在这个文化就不断的被塑造，以至于我们可能忘记了什么才是上帝话语的能力。我们很多时候是别人话语的能力。我们很多是世界话语的能力。你必须要做些什么，这个世界才爱你；你必须做些更好，我才爱你；你必须要做的更多，我才爱你。在这个世界，你要爬到高人一等，这才是世界的真理。你必须要把其他人打败，你才是最棒的；你必须成绩考到最优异，才是最好的。但圣经的话语从来没有这么教导。你会发觉，我们虽然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虽然阅读上帝的话语，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仍然被世界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我觉得我是个基督徒，但我觉得我还不够好。我觉得我是基督徒，我觉得我很不配。我觉得我是基督徒，但我觉得神不够爱我。不要忘记，神的爱是完全的，在你还没出生前，他就拣选你。回过头来讲，圣经帮助我们找到真理，调整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眼光，帮助我们调整对自己的眼光，调整我们对于怎么看待这位爱我们的神的眼光。第二件事情，这个圣经也帮助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为什么要查考？它帮助我们指引人生的道路，让我们可以行在正确上帝所喜悦的方向。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要读经，每一次要查考话语，亲近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要做一个祷告。
我们可以跟上帝求2个祷告。第一个，神啊，求你让我在查考你话语的时候，求你来指教我。第二个祷告，你可以跟神说：神啊，求你在你的话语当中，求你来引导我。让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真的得到智慧，让上帝的话语真的引导我们走在正路当中。你知道，当人习惯走在黑暗当中，当人习惯走在避而不听，或者是习惯不接收外界的时候，很容易就完全都照自己的想法、照自己的心意在走，因为他看不见，他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是他真的应该要去的。有一个故事这样，有一个盲人，有一天他去一个他好朋友家去做客，他的主人很盛情款待，然后他们就从中午，然后一路吃饭聊天到很晚的时候，于是很晚要结束了，这个主人他就拿了一只手电筒给那个盲人说：“你回家手电筒拿着。”盲人就那个盲人就很生气，他说：“你明知道我看不到，为什么要给我手电筒？”那主人就跟他说：“我给你手电筒，是要让别人可以看到你，让你拿着这个光的时候可以被保护。”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像这个看不见的人一样，我们觉得啊没关系啊，我有时候看不见自己的黑暗，觉得外面的声音、外面的教导，甚至是真理的教导，我们都不屑一顾，甚至觉得与我何干。但是当我们认真考究的时候，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走。不论你快走，不论你慢走，你终究会到最后的那一站。最怕的是什么？最怕是你不走，最怕是你不往前走啊。所以，在黑暗当中要往前走，非常重要的就是需要灯光。我刚结婚的时候，我跟师母我们2个人去冰岛蜜月旅行，然后我们自驾，我们去冰岛绕一圈。然后有一天，因为那个时候冰岛的时间就是它很早就天黑了，所以那个冰岛路上也没什么路灯，因为那个幅员很宽阔，然后路上也没有什么人，因为那个国家是绵羊比人还要多的国家。所以那个路很宽阔，然后又下着那时候刚好冬天下着雪，人生地不熟啊，然后越开一整条路几乎都没有人，然后那个路很打滑，你知道吗？就很紧张，然后师母在旁边一路都在祷告，啊，就很紧张啊。那下着雪，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路怎么非常的黑，但是我后来发觉哇，在那个黑的当中，我唯一可以跟着的是我前面小小的路灯，小小的车灯而已。其实那个车灯也没有办法照很远啊，因为下着雪，地又很滑。但是我唯一可以走的，就是跟着那个小小的车灯。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暗夜当中开了几个小时，到了我们要到的那个城镇。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子，你踏出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那个光没有很亮啊。我那个好像不是马上就通透，就知道哇要怎么办。但是那是一步一步走的，如同上帝的话语一样。有时候你读圣经觉得没有亮光啊，没有什么感动啊。但有时候是你一步一步的亲近。我放这个图是，我们知道圣经当中以色列人，我们时常看到耶稣的比喻说要拿那个灯油，对不对？或是要拿灯要放在那个灯台上。右边那个图是他们以色列的油灯啊，就是油灯啊，要点那个油灯。左边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晚上出门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灯绑在他们的脚上。所以当你看到诗篇119篇第105节，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以色列他们真的把一个小灯就绑在他们的脚前，所以那个灯没有很亮，但是走一步的时候就有一点亮，走一步的时候有一点亮。他发觉走的每一步是踏实的，因为有那个光在。虽然那个不是很大，但是却在那个小小的光当中，在黑暗当中得以照亮，发挥它最大的功效。
19世纪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布道家，也是一个非常的出名的讲道家。他对于这段的经文，对于上帝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有一个很棒的诠释。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而且常常被呼召进入黑暗之地。让我们不要在没有真理的亮光当中凭己意冒险，以致失足。每个人都应该自己熟练并习惯使用上帝的话语，然后可以看见道路，体验故中之味。当黑暗围绕在我们周围时候，上帝的话语就像燃烧的火炬般，显明我前方的道路。哇，我们被呼召到一个什么黑暗的地方？其实我们确实，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没有一帆风顺啊，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头痛的事情，很多困难的事情啊。有时候真的好像是被那个黑暗围绕住了。但是这个讲道者非常棒的一个讲道者，他这么说，他说：当我们熟练习惯使用，就可以看到那个道路，小小的火，小小的光，却变成燃烧的火炬，显明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考究，甚至在阅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纵使你只是觉得小小的光，但终有一天，在黑暗当中，它会成为燃烧的火炬，它会成为你生命当中最大的帮助。第二件事情，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如何经历上帝话语的大能，就是让我们专心遵守上帝的话语，不仅是查考而已。我们也专心遵守上帝的话语。在约书亚记第1章的第8节，当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继续进到迦南地，当时他非常重要的老师，以色列非常重要的领袖摩西离开他们了，他很害怕、很紧张。上帝除了告诉他刚强壮胆之外，神也这样告诉他，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特别把4个字用红字标起来，他写“不可离开”。以斯拉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是一生专心。上帝交代约书亚是不可离开。不可离开什么？上帝的话不可离开什么？不可离开他的嘴，不可离开他的心思意念、昼夜思想，也不可离开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所以第一个，透过这段经文，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情，我们如何可以专心遵守呢？就是心口不离上帝的话。就是要心口不离上帝的话。刚上帝透过他的口告诉约书亚非常清楚，不可离开你的口。上帝在提醒约书亚一件事情：虽然活在世界当中，虽然活在那些百姓当中，活在那些时常会跟他抱怨、时常会埋怨、时常可能会讲一些不好听话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当中，但上帝仍然告诉他，要让上帝的话不离开你的口。让上帝的话不离开你的心，好使你生命当中所回应出去的，不是用人的血气，你所回应出去的，不是用你自己的意念。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遇到一些困难、一些挑战没办法解决？因为我们实际上还是用我们自己的话在解决，用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在解决，用我们自己的魂在解决。我们忘记要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放在我们的口当中啊！所以。上帝也提醒约书亚什么？他说要昼夜思想，要昼夜思想。如同诗篇第1篇也这么说：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每天很多事情繁忙，我每天事情其实很多事情繁忙。特别当事情。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让你觉得会生气的事情，挑战你的事情，常常那个出来的话，不会思想到上帝的话语，常常那个出来不是思想到上帝的话语，是思想我要怎么对付这个人，思想是我要怎么对付这件事情，
思想是我要怎么解决这个事情，而不是思想到上帝的话语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刚说回到诗篇，他说昼夜思想的人有福，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你知道一棵树在溪水旁很重要，结果子，但重要是它的根有栽下去啊。如果一棵树在溪水旁，但它根没有下去，也不会结果啊。我们的根刚回到一开始，上帝话语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中心，根有没有栽下去？如果昼夜思想，就代表那个上帝的话的根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心当中的第一个部分。再来，他也告诉约书亚要谨守，而且要信靠上帝的话。一样，当你昼夜思想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新的想法，你会有一个新的意念进来。我所信靠的是上帝的话，我所信靠的不是人的话，我所信靠的不是我的血气，我所信靠的不是谁的言语，是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必须里面要不断被充满啊。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新约有一个故事，就是毕士大池的故事。那个毕士大池在那个地方，有许多人在那边等着要被他们的病得到医治。那个毕士大池，就是当天使到那个毕士大搅动泉水的时候，第一个下到那个泉水里面，他就可以得医治。所以新约有这个故事啊，新约有一个这个故事。那有人用了这个故事说了另外一个比喻。有一天，有一个上帝一样派一个天使 ，OK， 要到那个毕士大池去。派那个天使说：“你今天一样，你今天去那个毕士大池去搅动那个池水，然后好可以让人进去得到医治。”天使就说：“好，没有问题。”他就去了。但他去了回来之后，上帝就问这个天使说：“今天怎么没有人得医治？你不是去搅动那个泉水吗？怎么没有人得医治？”天使回答上帝说什么？今天我去毕士大池，我发觉里面没有水，我没有办法搅动。有时候我们觉得，我很专心啊，我都读圣经啊，我都很专心读但我怎么好像没有觉得上帝的话对我说话？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没有真把上帝的话放那里，没有真的感受到，没有感动到。很多时候是我们里面没有预备好。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把上帝的话真的放在我们的里面，就像刚刚那个比喻的故事说毕士大池没有水啊，上帝派天使也没办法搅动啊，所以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话存在我们里面？当上帝真的要来搅动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的生命，用上帝话语的大能改变我们的时候，得以被翻转啊！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没感动啊，觉得没有什么事，我们没有准备好，甚至我们没有很专心谨守在这件事情当中。所以约翰一书2章3节，他说：“如果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我们才真的知道认识他。如果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我们才真实的知道我们是认识他的，知道他的旨意，知道他的心意，知道我们怎么样活出他喜悦的样式。”所以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经历上帝话语的大能。前面以斯拉他说教导以色列百姓。但牧师刚一开始有说到，教导不是单纯只有口头的教导，说你得按那者，你得按那者，你就要这么做，圣经就这么说，你就要这么做。那个是宗教，那是耶稣那个时代在说的法利赛人，就是你一定要这么做，你才得救，你要这么做，你才可以得到帮助。更重要的不是只有说，而是活出上帝的大能，活出上帝话语在你生命当中的改变。雅各书1章23到24节，他说：“那听到而不去实行的，正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面目，端详了一会，然后走开，立刻忘了自己的长相。听而没有实行，好像一个人在照镜子，过了一会，忘记自己长什么样子了。”我们每天应该都会照镜子，对不对？就早上你要刷牙、洗脸、照镜，出门可能会照个镜子。也会照个镜子哦，像我如果要特别来教会，一定会照镜子哦。但我师母每次都跟我说：“好，不要再照了，已经很帅了啊。”那对我知道，谢谢哈。但我的意思说，我们照镜子一定是要把自己打理好嘛，把自己打理好。
你不可能照镜子发觉哇衣服歪歪的，那就好了出门哦。照镜子有范例哦，哇这今天新的装饰哦，然后就出门了。不会嘛？你得整理干净嘛。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你照那个镜子，什么是这个镜子？上帝的话如同一面镜子，能照映出我们的本性，让我们有改变的机会。如同我刚刚说，你照镜子觉得衣服不整齐，你可以选择弄整齐，你可以选择这是新造型哦，也没关系，就出门了。那是一个让我们跟上帝话语面对面可以改变的机会。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常以为自己了解很多了，却忘记没有真实的经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觉得我懂很多了，我知道很多了，我就知道就是这样，但却没有真的把这样的话语、这样的生命当中活出来。所以在哥林多后书3章18节，保罗这么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到主的荣光，好像镜子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照镜子的目的，上帝的话如同一面镜子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看见主的荣光，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更像神，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如同在主的灵所形成的，在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改变当中不断所形成的。所以上帝的话不是满足我们的需要，让我们觉得心安就好了。有什么讲上帝的话就让我一个心安，上帝的话就让我保平安的，上帝的话好像是一个平安符。上帝的话不是只让我们心安，满足我们自己想要的，找我们想要的答案。很多人在圣经找答案，找自己想要的答案。看到不喜欢的就这不是上帝对我说，是对他说的。上帝的话是转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满足神的心意，活出他的需要。上帝话语的大能是帮助我们可以满足上帝的心意，满足他的需要。而最重要的目的，就如同提摩太前书我们刚刚有读到的经文，要使侍奉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准备，做各样的善事。要使侍奉上帝的人、服侍上帝、亲近上帝的人被装备起来，被重新修剪，重新被塑造，得到充分的准备，为神做美好的事，活出美好的样式。所以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礼拜，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啊。牧师在这个系列第一讲，牧师就讲过，说不是只有来礼拜叫做礼拜，来这里叫做来敬拜，来这里才是敬拜赞美，来祷告。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敬拜。礼拜每次在主日礼拜也反映出我们的生活的样式。而刚刚前面也提到，礼拜的中心、敬拜中心是什么？就是上帝的话。所以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活出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让我们的生活活出上帝的话语。所以不是只有在这里主日礼拜叫做我听到上帝的话，不是只有在这里说我才经历到上帝话语的大能，而是在你每日的生活，在每一个时刻，你都真实的知道，哇，上帝的话何等的甘甜，上帝的话何等的美好，上帝的话何等的有能力，上帝的话何等的宝贵，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影响我，不断的塑造我，不断的改变更新我。所以最后牧师也要来工商服务一下，牧师就要工商服务一下。你知道我们教会有其实很棒的一件事情，我们教会其实不断的用各种的事工，不断的用各种的方式邀请大家，鼓励大家一起扎根在上帝的话语当中。那回到一开始那个加尔文说，他说真正的教会是在上帝话语里面扎根，也是不断改革的教会。我们就是一个改革的教会，我们是一个不断改变的教会。所以牧师邀请大家，不论我们教会其实好几年，我们都已经一直在推行，不论1年读经或2年读经，牧师鼓励大家一起参与。
或者是你有自己读经的计划也很好，但是你不要忘记，不可离开上帝的话语，不可离开上帝的话语。有时候一个人读，你会觉得哇，就读一读就觉得就索然无味，就读一读觉得啊没触鼻。牧师鼓励你可以找几个朋友一起读，你也可以找几个你有这样想要一起读经的一起来。像这个社青的基甸牧区，他们就一小群人，他们就创了一个群组，他们就每天互相提醒说啊，你今天有没有读经？然后你看到有人留说我今天读完了，没看到觉得啊，我今天要努力，我今天要努力，就一起读。所以牧师鼓励大家，第一个，这是个很重要个人跟上帝在平常你灵修的方式。第二件事情，牧师也鼓励大家可以背诵经句，把上帝的话真实放在你的心中。我们教会每一个月都会推行出一句经句，背诵的经句。我们一年有12句嘛，我们下个礼拜天我们也要颁奖，就是颁那个有去年背诵经句的哈，去年有读经抄写圣经的。牧师鼓励他，你可以把圣经的话语就背诵在你的心中，让上帝的话真实充满在里面，你出来的是上帝的话。第二件事情，牧师也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参与我们教会一直在推行手抄圣经的活动。我们这一堂比较没有松年团契的弟兄姐妹哦，那在第一等嘿兄弟团体，松年团契的弟兄姐妹。有些人我们拿抄几本呀，不止抄一本啊，抄几两本啊，抄很多本。当然抄很多本不是比赛啊，或者是拿什么奖励，而是他们在抄的过程，在抄的时候，你也再一次把上帝的话也抄在你的心当中啊，也在抄的过程当中默想上帝的话语。第四个，牧师也邀请，在我们教会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查经班，在我们的主日早上，我们就有华语的查经班，有英语的查经班。也有青少年的查经班，在上个礼拜开始，周间也礼拜2、礼拜3也开始有加拉太书的周间的查经班。所以牧师鼓励大家，我们教会提供非常多让我们可以跟上帝话语亲近的机会，让我们有很多可以跟上帝话语亲近的时刻。邀请大家，让我们都真的是扎根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经历到他大能的同在。不是只有在主日才来这1、2个小时，然后听牧师讲道啊，然后就这样就觉得哇我听到啊，哇这礼拜我听到啊，而是在每天当中都可以不断的去经历，不断的晋升。敬拜就是你的生活，生活就是你的敬拜。上帝的话成为你生活的方式，你生活的方式就是活出上帝的话语。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这时候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之后我们就来为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你的话，我们坐着唱就好。然后我们之后唱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归还，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
天的灯，做我路上的光。这是我们为了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定睛在他的话语当中，扎根在他的话语当中。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次领受他的话语的时候，不断的来指教我们，不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真实的走在他的正路当中。也恳求我们向神祷告，让我们对他的话语有渴慕，对他的话语有一个热切的心，让他的话语就真实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第二件事情，我们也不断的为我们的教会祷告，特别我们教会要进入50禧年的时候，为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不断改变、不断前进的教会来祷告。更重要，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在前进的过程当中，把上帝的话语就放在我们教会最重要的那个地方，让我们的教会在进到50周年的时候，是不断与上帝的话语来前进，看到上帝美好信实的恩典。最后，我们也为了教会当中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朋友，你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或是写在周报当中这些的弟兄姐妹的名字，我们一起开口为他们祷告，求神来光照他们，求神来引导他们。我们一起开口为这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是，谢谢你，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同在当中，主啊，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这时候看顾我们是咱们的同在，好让我们这时候，主谢谢你，是帮助我们，是咱们的同在当中，是看顾我们，是咱们的同在当中，谢谢你，是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看顾我们，是带领我们，好我们在同在当中。是来带领我们，是在我所当中，谢谢你，是恩典同在。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从我们的内心发出对你的赞美，发出对你的敬拜，发出对你的赞叹。因为我们再一次发觉你的话语何等的美好，我们再一次发觉你的话语何其的重要。再一次发觉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产生莫大的能力。主啊，求你的话就对我们来说话，求你的话成为我们路上，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热切爱慕你的话语，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心口不离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昼夜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全心全人都浸泡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真实享受在你话语所带来的美好的应许，带来美好的恩典。主啊，恳求你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我们产生一个新的文化，一个美好的文化，就是我们的教会要说我们是定根在你话语当中的教会。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迈入50周年这个特别恩典的年份，让我们不断的在你的话语当中来追寻，在你的话语当中不断找寻意象，在你的话语当中不断的看见你的美好事在我们的教会来发生。求主你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个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这时候我们要特别为了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不论是我们所认识的在周报中的，或者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家人，主啊，我们都将每一个人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或许这个时刻就如同一个很大的黑暗笼罩在他们的四周围，但主啊，求你的光就照在他们的里面，好让他们看见在黑暗当中你仍然与他们同在，在那个黑暗当中你仍然保护着他们，在那个黑暗当中你仍然引导着他们，因为你是他们的神，你掌管一切，你也带领他们的生命，看重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求主你带领他们，将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的困难、每一个人的挑战都带到主你的面前。主，因为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成就的。主啊，求你透过你信实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的美好恩典，也特别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不断的经历、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被你塑造。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这是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司会。我们一起来奉献。
我们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深敬拜你，一生爱你，是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我们一起来背诵本周的金句。我们来看我们的周报的最后一页的下面。来，我们一起用华语来念2次。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6章35节。我们再念一次。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6章35节。这是我来报告。下主日3月23为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是由台南开西街教会黄立伟牧师来本会正道请安跟募款。那下周的侍奉的同工是林佩妮执事。我们看一下周报的第4页，肢体教中的第1点。本会定于下主日3月23召开第1季长职暨首长联谊会议。那于第2台礼拜后的下午1点半，在2楼的会议室召开，请长职跟团契所长预备。那如果有一些事项要提出，请交给秀网干事来会诊。那我们看一下第5点，亚东剧团在3月22日在本会有福音新剧的演出，在早上的9点半有演出《金斧头》跟《纸袋公主》，欢迎我们的兄弟姐妹可以邀请亲朋好友，或者是孩子也可以邀请他的同学到教会来参与这个传扬福音的机会跟培养儿童的品格。那第6点就是教会装备服事团队的报告，就是在下主日的3月23，我们将颁发2025年3月份的奖学金及2024年读完全本的圣经背诵金句跟抄写圣经的完成的奖励。那以下的名单，请在下主日我们可以准时的出席来领奖。那我们再看一下第6页的部分，在牧区跟团契的消息，在第3点的主日学消息，富强教会的彩虹剧团在3月29礼拜6的早上10点到11点半，在我们的教育中心的地下室，由我们富强彩虹剧团要演出儿童的音乐剧，就是成为祝福。那我们一样是邀请我们兄弟姐妹跟邻里，还有可以请我们的孩子邀请他的同学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好让他们成为有好的祝福，让生命成为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以上我们请牧师补充报告。好啊，各位弟兄姐妹，我来做一个补充。其实刚刚我们的综合执事那有的没有报告，是希望不要重复了哈。我做几点这个确认。第一个就是第2点的神学院的主日对不起，我们把黄牧师的名字倒反了，就是黄伟立牧师才对。还好下个礼拜赶快改过来。黄伟立牧师因为台南神学院现在因为只有研究所所以不像以前学生老师那么多所以有时候都要麻烦地方教会的牧师去协助请大家也一起为台南神学院的事工来做奉献下个礼拜我们会夹周报奉献袋。那另外
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在问说，下一次洗礼时间是什么时候？所以请大家记得哈，特别有些新朋友需要你关心的，我们就邀请他在4月20号复活节那天，是我们只有1堂礼拜啊，举行联合的洗礼式啊。如果我们小组长啊，我们的同工有慕道友要受洗，请他们在30号以前报名，这样我们才来得及为他上这个真理班啊，就是我们的那个受洗前的这个信仰课程哈啊，这样我们才来得及，请大家尽量在3月底以前来报名哈。啊，刚刚我们有提到说40天的禁食祷告，其实如果你今天才接收到消息，不用客气，你可以及时加入。刚刚我们得到这个讯息是说，我们一共有345次了哈，因为有人可能填了2餐3餐，一共345餐次。那我们欢迎兄姐继续参与，比如说你本来1餐，我现在加2餐都可以填名，因为这些名单我们会放在中保代祷室，等于是互相添柴火的意思啦。你代祷，我也为你代祷。那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于参与这个禁食祷告啊，这是个连锁。那因为我们也特别提醒说，有些弟兄姐妹或是长辈他不适合禁食，但是我们是强调说，你没有禁食也可以参加祷告，你可以签名哈。但是如果你喝流质不用吃正餐，参加祷告那更好。所以欢迎大家踊跃再去签名哈，即使是你最后一天参加都很好哈，因为表示大家都有份于在这个守望祷告当中哈。好，那我们有2个关心的事情，我来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的邱清如老师他的告别礼拜在今天，等一下下午2点半啊。如果弟兄姐妹你吃完午餐，你时间允许，欢迎你留下来，也一起来关心清如老师、凤珠姐他们的家族啦，他们都比较不是教会的人士。那来呢，有大家的关心。当然，等一下我们可能场地要稍微布置一下，所以等于我们礼拜结束，大家尽量把这个礼拜堂再做一点简单的整理、清空，布置哈2点半就开始哈。另外，我们有一位以前我们在敬拜团的同工，就是郭丁家姐妹她的妈妈张雅慧姐妹，在3月5号安息哈，还要再来礼拜2下午1点半在台中举行告别式，也请大家为他们做代祷哈。那最后这个投影片哈，我换过来那个一般的敬拜的投影片哈，我们就是有没有再回来我们敬拜的资料？那门徒学校第2期的哈，因为报名人数不够哦哈，我们如果有人想要参加，你就去登记，那我们人数够就随时开班哈。那加拉太书我们有在周报里面报告哈，有好几十位参加这个查经班，你如果中途加入都欢迎你哈。礼拜2早上10点一班，然后礼拜3晚上8点再一班。那再来就是金虎头刚刚有提过，它不只是针对老年人，它是年轻朋友、儿童都很适合，因为它是双语的，结合加拿大的一个剧团一起来表演，然后在这边表演，所以下礼拜大概9点以后就可以入场了哈。那主日学也同时有一个剧团了哈。刚刚还有提到说这个投片没有，但是我们也鼓励有人如果要继续参加约翰福音的研习哈，现在已经进行2个礼拜了，要中途加入都欢迎你哈。不过因为这个是我们跟神学院合作的哈，神学院合作的，所以呢有一点费用要交了哈。但是我们有讲说，我们互祥教会的弟兄姐妹参加，我们要报告小会，如果参加次数足够，那希望能够做一点门徒训练的一个补助讲助就对了哈。还有这边有看到资料，我们有音乐班跟诗瓦班也都有这方面的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来参加哈。好，那记得哈，我们这个受洗是在4月20号，欢迎大家踊跃来报名，也大家一起鼓励。我看到我们最近我们的第2堂礼拜哈，我们4楼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多了，期待我们的第2堂的人数哈继续加紧邀请更多人来参加礼拜哈，特别有年轻朋友，今天我们的青少年都在这边，期待
我们第2堂的华语礼拜是老中青都很适合的敬拜哈。我们牧师这样做一个报告。好，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颂龙，我们一起来唱颂龙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请起立后，我们唱完之后，请郑牧师为我们祝祷。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默祷，好来闭会。我们第2堂礼拜到这边结束，我们可以彼此请安问候，愿上帝赐福每位弟兄姐妹。